喂，hello，hello，啊，KT 賽馬分析，今日新節目早刨早享受篇，咁不定期出。喂，麥道朗嚟咗兩日，輸咗兩日係咪？星期三應該表現唔錯啦，啲馬將會相信。其實冇他嘅，麥道朗嚟咗兩日，騎嗰啲咩馬呢？嗱，睇翻策騎記錄，兩日發育谷領創動力有幾叻啊？魅力星又係唔叻，最叻嘅標誌量子可惜大外檔，農民邊影係咁上下啦，已經130磅，係咪？神虎龍區，谷草都未得過，分數亦都仲係高企。元好運有咩叻啫？接觸奔馳，除咗落班之外，至多多寶都算係咁啦，跑得咁近，有形量嘅墮馬，有派頭不利放頭嗰日，神希麗人唔係牌面，都靈福星係行人止步，其實都未騎過啲咩好馬，所以呢，有啲頻道話有啲人呢話佢要小心麥道朗啊，今時唔同往日咁樣多 Q 餘。星期三啦，嚟料㗎啦，逐隻望下，應該係豐盛最好啊。廖康銘操足㗎啦，係有傷患，好彩呢，左前腿呢，就通常呢馬嚟計呢，後腿都緊要啲。神操操足㗎啦，今朝上車，今日朝試咗集麥道朗專程嚟試集，亦都相當唔錯嘅走勢，外碟趨近啊！而呢隻馬嘅賽績呢，喺度嚟講呢，係好惡嘅，八檔冇所謂啊！而家對於冬草之外，應該都係唔會一定係利放㗎啦，步速都唔會快到去邊，所以八檔都仲好，好過塞，好過好似隻風再起時咁樣一檔塞就仲死。超班唔驚啊！我覺得佢在二往一啊。咁另外最強對手可能係好接拍啦。咁仲有咩馬？麥道朗？旋風戰旗都唔錯㗎啦，有形勇士都好啊，不勞而獲，隨時劏晒你，好嘛？2、3、5場，好，再望下2、3、5場，旋風戰旗響5班呢，一定係惡嘅，谷草都唔差，之前響4班嗰場都全程冇乜際遇啊，俾人頂3碟、3、4碟、3、4碟都近而且呢，今次係落5班，惡唔惡啊？惡啦，咁可能同場都有啲惡嘢嘅，魔法速遞至旺財都係落班，無極勇將都會係呢程好好嘅，係咯，前面4隻都玩晒咁滯，特別美麗要跑得翻先得，武林至尊都唔錯，係啦。第3場有形勇士沈集成都要俾麥道朗贏翻場啦啩，係嘛？好惡啊，我覺得。前一季響4班已經跑得好好啦，4班呢場1,200
唔嘢少嘅呢場。富哥兄弟贏啊！燭光晚餐都上咗3班啦，天下寵兒再贏啦，跟住快樂老窩亦都唔錯。佢全程蝕㗎，追贏隻電玩精英啊！所以呢，跟住而家去到呢個班次呢，5班啊，好惡啊！上一場呢，亦都跑得唔錯㗎啦，全程包尾追得唔錯㗎啦，已經係啦，有形勇士全程響最尾啊，攝上嚟咧，越追越近㗎啦，已經呢場1400難追，咁啊響場發谷1200咧，好惡㗎啦，可以爭 win。最近對手都係前面嗰啲馬㗎啦，電信驕陽啊、勁姐、時間寶呢啲啦，係咯。咁後生夠爭㗎啦，即係兩隻都有得爭啦已經。加埋隻豐盛，有3隻牌面好惡嘅馬，尤其是豐盛添。所以呢，麥道朗呢嚟料㗎啦。唔好信人哋講啊！要小心麥道朗啊！嚟咗香港內呢，就玩嘢啊，多嚿魚，啲馬唔得啫。今次呢，必有表現，係咪必贏呢？我唔敢講，因為始終跑馬呢要講運氣。但係呢，必有表現，騎師王都可以諗㗎啦。雖然馬唔係好多。仲有不勞而獲，撲街呢個馬房啊！呢個馬房正撲街嚟嘅真係。但係如果唔係又唔係熱門呢，啲票數如果穩定呢，都可以諗嘅，因為佢2場啲3班呢，跑得唔錯㗎，係咁意嘅啫。喺裏面攝下3班1000，攝下咁樣，係嘛？都近㗎，翻嚟對住啲咩會長之寶啊、展鴻威、手到齊來，全部都3班有表現嘅嘛。咁呢場落4班喎，而家揀谷草喎，呢條咁嘅牟利真係，係咯，都係想搏嘅啫，我估啊。咁落一班咯，咁唔仲搏啊？仲要輸咗場啊？咁撲街係嘛？呢個葉楚航總之可以搏下啦。其餘國軍勇士君子勝就普通啲，都唔敢睇少，太睇少。即係有3隻牌面，1隻暗牌，尤其是豐盛呢，好正。咁旋風傳奇同有形勇士呢，都好，所以呢，早跑早享受呢，我推介麥道朗先啦，唔會咁冇表現㗎啦呢次，係啦，會連場入嚟同埋贏㗎啦，好有機會贏。OK，好，點讚、分享、訂閱，不定時出片。